SpaceX 啊，SpaceX IPO 差唔多1個禮拜啦。SpaceX IPO 之後，我哋喺星期三喺百都會入邊做咗一次 SpaceX 嘅專題，分析 SpaceX 短期同中短期嘅股票走勢，同埋佢未來股票價值。所謂嘅定海神針，其實佢嘅定海神針根本唔係大火箭，大火箭只係佢哋工具啫。小飛機食餃子，多謝你。喺 SpaceX 未來嘅估值啊，7萬億甚至10萬億啊，7.5萬億啊，5萬億、10萬億嘅估值啊，其實佢嘅定海神針唔係而家 SpaceX 大火箭嘅發射能力，亦都唔係 Starlink 個國際衛星通訊。咁啊，將自己嘅估值定義為未來嘅太空算力中心，即係佢認為佢為人類畫咗一條咩路呢？就係未來人類嘅 AI 唔喺地面。唔係我哋今日喺美國或者中國見到嗰啲超級大嘅廠房，上面寫住 AI 計算中心，跟住喺美國有 Google、有 Meta、仲有 X，總之咧有各式各樣嘅發電設備圍住周圍，變電設備呢啲嘅電池咧，甚至入邊有大量嘅呢啲散熱啊，嗰啲都唔係啦。以後 SpaceX 嘅招股說明書同我哋講，呢啲嘢全部都會喺太空度，佢技術上可唔可行咧？技術上係可行嘅，點解呢？因為咧一個例如用 NVIDIA 嘅 GPU 或者類似嘅 GPU，佢咁樣一個算力單元咧，佢所需嘅電力完全可以靠喺神分線上面供應。大家都知地球同步軌道入邊有條叫神分線嘅軌道，咩意思呢？即係話喺呢條軌道入邊咧，喺呢條軌道上面嘅衛星，佢可以24小時都曬到太陽。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呢個係地球，呢個係太陽，如果個衛星咁樣繞嘅話，喺呢個時候就係日頭，呢個時候轉到地球後邊，咪變咗夜晚咯。但係如果你係平嘅繞就會嘅，如果你係直嘅繞，太陽曬到呢邊，地球有陰影，你避開地球陰影嘅繞嘅話咧，呢種咁嘅軌道衛星咧，其實就係資源，係未來 AI 人類嘅資源咧。大家明啦。如果地球係一個圓球，地球係一個圓球嘅話，咁如果太陽喺嗰度，太陽如果冇嗰個方向咁樣繞咗軌道，就唔係資源，因為呢邊太陽後邊就係夜晚，佢個衛星面板發唔到電，而咁樣嘅軌道，咁樣嘅軌道，即係軌道平面係垂直於太陽同地球嘅發線呢種軌道，呢種低軌道非常之值錢，邊個先霸到就有先機。明啦，呢個好易明，因為太陽喺呢條軌道上運行，太陽光24小時都照住佢嘅衛星面板，所有 SpaceX 未來嘅算力中心衛星都喺呢個發平面上，喺呢個平面上離地球高度啊，離地球嘅高度呢，其實有個最佳經濟點啊，因為太高就太遠啦，太低就會跌翻落嚟，所以佢有個最佳經濟點啊，毫無疑問。最佳經濟點嗰條軌道就係最優嗰條軌道，全部都俾 SpaceX 霸晒。點解呢？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霸晒嗰啲位嘅人。其他人想發射，好似其他國家想發射，你又冇咗啲，你又冇大火箭，你又冇呢啲玩意，即係話一定係佢最早整出嚟。佢喺呢個位置嘅衛星可唔可以喺度發電、喺度散熱呢？理論上都唔難。點解呢？摸板甚至可以用蜂巢嘅入邊加嘅。例如話液氨咁嘅冷卻劑或者冇導熱劑，其實好簡單又平。點解呢？你要多謝地球。地球其實好，你可以冇理解。如果太近太陽，喺太陽帆呢邊，即係電池呢邊會特別熱，然後孭住太陽嗰邊又唔夠凍，因為孭住太陽嗰邊就係升空溫度啫。如果個熱輻射唔到出去，咪就焗溶咁咯。但係如果離太陽太遠，又相反啦，發電能力又唔夠。真係要多謝地球呢個神奇嘅軌道，我哋先至可以有大地孕育人類、滋養萬物。因為地球同太陽之間嘅距離同軌道真係啱啱好，因為佢本身就係天然咁熱平衡，好似我哋地球咁，天然咁熱平衡就係10幾度，即係你唔使有人喺地球上加熱或者散熱，地球咧就喺完咗宇宙入邊啦。正常平均溫度就係10幾度左右，最熱嘅時候有20度，最凍嘅時候大約0度左右，即係冰期啦、熱期啦。冰期、冰河期同熱期平均計落就係5到10度。
可以話係一個非常適合嘅溫度，即係話地球就係咁樣喺地球軌道上邊嘅一個細細粒嘅衛星天體，佢都唔會離得太遠啊！佢絕對唔會係500度或者-200度，唔會佢啱啱就係大約0度到100度之間嘅啱啱好嘅合理溫度。所以你要做呢種工程，其實難度唔算大，難度唔大，即係話將太陽能板嗰邊吸收到嘅太陽光轉換成電力，供應你嘅 AI 算力中心用啲呢個好似雪櫃咁大嘅 AI 算力中心度運算，算力中心產生咁熱，再透過輻射，因為你嗰塊太陽能板已經擋住咗太陽啦嘛，所以呢邊就好凍啦，喺帆板呢邊就好凍，然後將呢啲熱能散發去深空，輻射去深空，呢個就係佢嘅原理。佢哋話俾我哋聽，未來呢樣嘢會有1萬台甚至更多圍繞住地球喺呢個平面上。佢就畫咗個咁嘅大餅俾你哋。喺呢個大餅嘅市場有幾大呢？30萬億美元。30萬億美元係咩概念呢？大家可能冇咩概念啦，因為個數太大。30萬億美元呢，其實就差唔多等於美國嘅 GDP 咁上下，比中國嘅 GDP 多1倍。即係成個中國嘅 GDP 都冇咗呢個衛星生意咁多。呢個生意一年一年咁賺咗錢，一年收咗錢就等於2倍中國嘅 GDP 咁大嘅。咁一講完呢句，大家即刻興奮到爆，爭住去買啦。所以呢個就係 SpaceX 上市嗰陣咧，同大家講嘅故事，3言2語咧就講清楚啊，就係冇咗個故事，即係以後 AI 時代，佢哋都萬物為 I， 萬物互聯，仲有咩要擺喺地球上 AI 啊？你拗土啦！仲擺喺地球上搞咩核聚變發電機，成堆嘅電池，你睇到拗土啦！搞咩太陽能發電，整固電池儲能，你睇到拗它啦！以後全部都喺地球呢個發平面上面，呢個入邊邊個佈置得好，邊個嚟到最優資源，邊個就係老大啦。所以咧，佢就咁樣，大家聽好似幾有道理嘅喎，好似佢真係咁講錯嘅。點睇中國進出口貨物啊？中國要同中國要準備打仗啦！一陣我再同大家傾下。所以佢咧，畫咗咁大個餅啊嘛，30萬美金。咁總股票數量有幾多咧 ？IPO 之後嘅總股票數量係130.76億股，即係大約131億5啦。講大數就係131億股。咁點解我星期三同大家講唔好去追高啊？唔好去追高perfect。多謝你。呢個係送咗啲咩俾我啊 ？LSD 咩？呢個好似係藥㗎喎。俾咗我落啲藥啊。能量藥水啊。多謝多謝。冇咩意思啊！既然佢畫餅俾你，畫咗都係30萬美金，30萬億美金啊！未來10年佢呢個餅，咁你食呢塊餅都要保持未來10年嘅好心態，唔好擔心今次佢擠入去係咪就會升3倍，唔可能嘅，唔可能。點解呢？因為佢今次為咗保持咗股價高企，喺嗰131億股總股本入邊，真正自由上市嘅股票就係我哋今日喺股市上真係可以買賣俾我哋交易嘅流通盤，淨係得4.86%啦，即係唔夠5%啦，淨係得大約6億股，即係佢有131億股嘅大盤，但係而家咧淨係得6億股喺度賣。換句話講啦，你可以咁理解啦，你可以當 SpaceX 而家喺美國納斯達克淨係得6億股，佢唔係咁大嘅股票噶啦，6億股總股本嘅股票啊，其實規模好細，所以佢唔係一隻大嘅股票。市值嗰啲股票，你會見到咩幾萬億市值啊，2萬億市值，甚至2.3萬億、2.5萬億市值。其實咧係因為你用緊納斯達克嘅流通盤，6億股嘅流通盤去計算動態平衡嘅股價，好似190蚊咁，200蚊美金，190蚊美金乘以13億1000萬股，你就會計到佢上下萬億市值啦。多謝你，茶館店小二送咗我能量藥水。你睇俾咗咁多寶石能量我都儲咗好多寶石，但係寶石有咩用啊？我都唔知喎。所以咧佢可以變現咩？其實佢成個流通股嘅股價係靠莊家咁樣操作人為嘅吸納造成嘅。即係話我哋可以好理性嘅判斷咧，如果咧131億股全部擺喺納斯達克自由流通，全部都可以賣嘅話，佢隻股票根本冧得佢啦，佢就唔會係190蚊啦。90蚊都要偷笑啦，甚至有可能跌到30蚊啦，因為一放出嚟就會大跌，
好似水咁樣一瀉千里。所以其實成件事都係人為造成啊，整固個堰塞湖嘅，靠6-1股細盤頂住個價。佢剩翻嗰啲股份都有鎖定期，佢離124億，佢總股本都係131億股，6億係流通盤，124億係鎖定股。佢鎖定股嘅鎖定期係點定嘅呢？所以你一定要有呢個概念。第一批鎖定期到期呢，就係7月底8月頭，第一批會喺7月底8月頭解禁，佔咗7個百分比。即係話而家總流通盤得4% 幾，未到5%。咁去到7月尾8月頭會有7% 總股本嘅股票解禁，即係話多過而家所有流通盤差唔多50%嘅股份再放出嚟啊！即係話會有9億1500萬股流出。7月底到8月頭會有9億1500萬股流通盤出嚟，而家流通盤係6億股嘅。咁即係會新增9億1500萬流通股，呢啲流通盤入咗嚟之後，冇人一解禁，有部分人會有套現走人嘅衝動。例如入邊有啲早期嘅員工持股，佢哋都好辛苦，甚至大家啲新聞都見過，有啲係幫大火箭做電焊嘅電焊工、鉗工，呢啲人唔係美國嘅資產階級啊，100萬美金現金對佢哋嚟講係可以改變命運。所以如果你係咁嘅，你都會買啦。所以呢部分人會有9億1515萬1500股流出，跟住陸陸續續就到創辦人嗰啲股份。大部分解禁會喺365日之內發生，正常嚟講係180日。但點解話365日之內呢？就係因為 Elon Musk 嘅持有嘅股份，同埋部分核心內部高層持有嘅股份要鎖定366日。即係要鎖足365日，所以其實係違反納斯達克規矩嘅。納斯達克正常鎖定期係180日，淨係 Elon Musk 同嘅核心團隊持有嘅股份要鎖366日，呢啲以前嘅，之後都唔會有太多。咁即係話，根據 IPO 嗰日向後倒推，第70日即係7月底8月頭，第90日就係9月底，第105日就係10月1號，120日就係10月底。135日，每一次咧都會解禁9億1500萬股，一共123455次，短短180日就係咁短。6個月之內咧會實現除咗 Elon Musk 持股之外咧，所有股票咧都可以全面流通交易。即係話 SpaceX 最後真正嘅動態平衡，一定係要佢大約180日之後先會發生，唔係而家。所以追高完全冇必要咧，佢會有9億股、9億股、9億股咁樣咧，不停咁解禁，最後係28%一次過出嚟，3季報之後一次過解禁，28% 全部最後完成全面流通。咁當然 Elon Musk 除外 ，Elon Musk 係365日之後先得。所以咧，馬斯克呢啲 SpaceX 嘅操盤計劃，會令到呢隻股票嘅股價出現極之唔穩定嘅風險。因為佢唔係第一日就可以做到動態平衡，甚至唔係第一個月就做到動態平衡。咁差唔多每隔1個月咧，就會有一次大量嘅股份流出啦。供應量即係供應股票，對佢嘅現金壓力，對呢隻股票上面嘅現金造成好大壓力。所有股票價格都係由現金同股票數量決定嘅。當現金增長速度快過股票數量增長速度嘅時候，股票價格就會上升。但係當股票增加嘅速度，即係發行股票嘅速度快過現金入場嘅速度嘅時候，咁佢股票價格就會下跌。好明顯而家就係處於第二種情況，每隔1個月就會有9億股新發行嘅股票印出嚟，進入全流通市場。咁有啲咁大筆資金去追高呢？喺我哋頻道入邊一定要提醒各位觀眾保持冷靜。佢話俾你哋嘅係10年後嘅大餅。千祈要分清楚理想同現實。所以伊隆馬斯克歷史上曾經操盤過特斯拉，特斯拉係冇嘅股票，佢哋好多次都當特斯拉做提款機，就係喺股價升得好好嘅時候，佢就拋售自己嘅股票。你要知道佢喺 SpaceX 嗰度咧，只要拋一個百分比，佢就可以抽走幾百億美金現金，幾百億美金現金已經夠嚟做任何嘢。
以今日美元嘅購買力嚟講，如果有幾百億美金、500-600億、600-700億美金，基本上已經可以滿足 Elon Musk 任何企業經營火箭發射或者科研方面嘅所有行為。所以咧 Elon Musk 係真係有拋售衝動，正正因為佢有呢個衝動，而且歷史上佢都做過，所以先至要將佢鎖定期鎖得咁嚴，鎖足366日。